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今仔日用市长的身份，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做伙参加活动，人气是强强滚。侯友宜一方面拼市政，一方面嘛咧等待着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出手来做通靠，整合在野。 团结所有的力量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讲，已经感谢韩国瑜，讲甲韩市长拢有密切的联络。虽然看起来南北有机会来合作，也毋过有风声，讲郭文摕的阵营是积极咧求朱立伦甲郭台铭要甲侯友宜边缘化。朱立伦是来反驳讲，这是假消息，讲这根本就是民进党咧导演的剧本。 连续2天无做事行程的侯友宜，透早回归市政，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做伙为2025年双北市总运的起鼓。侯友宜毋但要强强联手，嘛咧等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出面征函。我会坚定我自己的步伐，面对这场总统选举，团结所有的力量，一起赢得最后胜选。虽然听讲韩国瑜真愿意做3个人的这个通靠的角色。 也毋过，敢会当整合，都要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敢有同意。谢谢韩市长我们都是保持密切的联系那他跟侯市长也有密切的联系，在适当的时候我相信韩市长也会跟我们一起站在一起。 虽然看起来南北整合敢若有希望，也毋过风声讲，民进党主席郭文摕为了维持甲拿赢，甲郭台铭办公室的关系，一直透过核心的幕僚，甲代表朱立伦的党副秘书长以及郭台铭后生郭守正拢保持联络，都是无找侯友宜。科办的规划我不清楚呢。我有看到这个最新的剧本这位编剧可以拿到金马奖的入围啦，背后的导演应该是绿营的吧？那最重要的目的，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想要破坏蓝白合，破坏在野的整合，这个很多都不是事实，很多都是编剧的内容。韩国瑜这粒话题，毋但牵涉到南北敢会当整合，三方的阵营拢有家己的算盘和整合，充满变数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